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知讲，伫咱台湾热天写作风态季节，做餐人看天食饭，拢会想一寡妙计，甲giải开讲到上界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喵，猫妖喵第7条。古早台语字典嘛有解说这字读做妙，拢是形容代志或者是人真水真好，咱讲是美妙；若是讲真亲密真美妙，咱讲是奥妙；若是好办法，咱讲妙计妙法；若是好药啊新药，咱讲是仙丹妙药；深的道理，咱讲妙理；少年人过去嘛有人讲是妙龄或者是妙龄。另外，个大家较青分，古早这字妙有交情真亲密的意思，像讲我甲你真妙，你甲伊无妙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奇妙，意思就是神奇奥妙；第二个词读做妙计，意思就是新奇，也就是好的计谋、好的办法，卖当讲是妙法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开店卖胖，生意愈来愈佳雅，做甲袂得去。伊就想到一个妙计，就是互消费者先用 App 注文，伊会当提早来传了。人客爱偌济，伊才做偌济，安尼嘛袂讨债。这个办法实在足奇妙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妙，另外还有一个音读做妙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